發佈節目示範視頻。發佈節目前須先完成上傳的素材內容。預覽節目素材。即屏播放視頻。素材已經上傳。回到節目單元，按鍵新增項目，新建項目名稱籠，節目寬高預選，選擇解像度為9:16，按確認，選擇視頻節目，選擇節目，按鍵確認，設定視頻預選的尺寸，寬1080高1920，預覽節目。按鍵保存。節目待審核需時120秒。審核完畢。選擇需要發佈的節目。發佈到終端機唔同嘅地方位置。終端機為離線狀態會係開機後自動更新節目。按鍵下一步。選擇發佈模式。追加新舊節目同播。替換以新換舊，冇咗舊節目。選擇播放的類型日期及時間，到唔可以設定開機同埋熄機嘅時間。按鍵發佈。發佈成功。